相思落叶曲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相分泪泪，我用痴情绑自己。 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此化家己。 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 娘阿公，搞早。晚晚搞早，来看恁大姊哦。请问阮大姊有伫咧无？有啊，伫咧房间内底。大姊，婉婉，你哪有闲来找我？我有代志想要找你斗相共啊。哦，什么代志？替我写几条歌好无？我免来晓写歌啦。 大姊，你是有学问的文学家，写几条歌词对你来讲，就亲像食饭同款呢。婉婉，我唔是你讲的文学家啦，我只是咧教国文的老师尔。教国文，甲文学家差不多嘛，所以你写的歌词一定真有水准。写歌词有专门的人啊，为啥不爱找因呢？我无介意伊写的歌词啊，什么爱来爱去的，就内疚的，真怂呢。 哎呦，大姊，我要出唱片啊呢！我要甲家己的歌唱出家己的感觉。大姊，阮合唱团解散啊，即马我要甲一切希望拢放伫这张唱片，你敢忍心无甲我斗相共哦？大姊，我试看卖啦。真是的，我就知影你会答应我。我惊我会写无好呢。会啦，一定会。 你是一个真有感情的人，写出来歌词一定真有意涵。也毋过你爱给我一点仔时间，无用伤赶哦。我知影啦，要写好的歌词一定爱有灵感嘛。而且你最近心情无啥好，偏偏搁伫咧看守所。啊，毋过大姊，你莫伤烦恼啦。既然自有天相，而且大兄伫咧欢喜做事，我想伊一定会想办法救彬彬呢。 大姊，你唔免送啊啦。娘阿公，再见。再见啊，这紧就要走啊。秀秀，秀秀，阿公，是毋是要倒枵啊？我即晚就来煮饭。秀秀，你看你安尼有体无魂，即摆才几点尔，你就赶紧要煮饭啊？秀秀啊，阿公吼，毋是真相信命运啊，一向拢反对人讲什么听天由命这种话啦。毋过像你安尼干那知影烦恼，嘛是毋对啦。若是拄着代志哦，爱面对伊，
想出解决的办法。我知影，你为着彬彬的代志哦，伫咧烦恼，而且家己的感情嘛需要做选择啊。亲情佮感情两方面拢拄着困难。阿公，互你一个建议啦，暂时先甲感情的问题放在边仔，专心去帮助彬彬。等彬彬的官司若是解决啦，才转来处理家己的感情问题啦。阿公，多谢你的指点。妈，我伫咧家中表现真好，长官有甲我讲，可能伫咧最近就会使假释出家啊。遮尔侪年在家的生活了后，会用重新转去社会。我知影一定会面对真多的困难，会遭遇到一场真艰苦的挑战。尤其是一个在家搁判刑的人，别人一定会用无同款的眼光来看待我。妈，即摆我是抱着一份恢复自由的欢喜，同时嘛感觉不安甲惊吓。我唔知未来会去拄到什么款的命运，也毋过为着你，我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，冲破所有的难关。我知影社会有冷暖，我相信温暖的日子一定会来到我的身躯边，就亲像秀秀。妈，你唔好让秀秀知影我伫要出家的消息，我亏欠伊的实在足济足济，咱袂用个搁甲伊拖累啊。喂，到这里，麻烦你叫一个牛教授、牛老师。是，我是因小弟。到这。喂，东东啊，什么代志？大姐，你即马敢下课啊？我拄则下课啊。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讲。好啊。麦叮当。你已经有白头长啊呢？当时开始发的啊？唔知影。你还未30岁，哪会就开始发白头长？烦恼的代志伤过多啊。是毋是为着冰冰？你根本都无法度出手，烦恼哪有啥物路用呢？还佫有另外一件代志。哦，什么代志？我发现家用咧食避孕药。哦？进前我佫掠做是我家己有问题，去做身体检查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家用伊咧食避孕药，原来伊根本就无想要生。既然无想要生囡仔，你就莫勉强伊啦。大姐，你哪会有人讲这种话咧？敢讲嘛，威严你放袂记者啦？你敢无看到我即摆爸爸妈妈连囡仔的房间拢已经布置好啊？可见因原领着急，想要抱孙。东东，你莫遐尔激动啊！大姐，我已经无法度去吞忍啦。你知影，我是奉爸母之命结婚的，目的就是要传宗接代，所以我连我介意的女朋友拢放弃啊。想要到家用，伊会这么自私，伊为了保持家己表面的青春美丽，就是唔愿意生。上较可，伊还佫隐瞒我，互我怀疑我家己有问题。大姐，你讲我是毋是应该甲伊讲个清楚？以你的身份地位，袂用安尼生做。也毋过，我已经无法度佫再忍耐落去啊！家用伊除了无生囡仔，其他的优点还佫足多啊！而且伊对你嘛真好啊。虽然恁是奉爸母之命来结婚，也毋过我相信恁之间经过这几年的婚姻生活，嘛已经有真深的感情啊。你莫学弯弯，将婚姻当作在佚佗。尤其你家己是司法人员，无讲情理，徛伫法律的立场上，
你嘛无理由歹伫伊啊。法律并无规定，无生囡仔查某人就无资格做人的某啊。大姊，你上该了解我的处境甲一般人无共款啊。我知影，我相信除了离婚以外，一定还阁有其他的办法。你应该爱去试看嘛，说服家用，互伊了解这一切啊。你应该互伊知影，查某人就敢若一蕊花共款，就算讲伊阁较水，总有一天嘛会萎去。只有做一个好妈妈，散发母性的光辉，迄才是永远的水。就敢若咱妈共款，永远活伫咱兄弟姊妹的心肝内。大姊，你感觉愈来愈亲像啊？毋仅是生得真亲像，而且恁的想法拢真亲像，从来拢袂去责怪别人，而且佫一直替人找理由来原谅伊。假使我若会当像妈共款好，偏偏就袂发生这款代志啊！东东，你毋通讲你要离婚，我希望恁大家都会当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是毋是会当幸福，我是无要紧啊。我活的目的，就是要完成妈妈的心愿，也阁报答我心爱爸爸妈妈。莫讲这款戆话啦！大姐，我已经下定决心嘛。我过来去考劝家用，试看卖，好无？无路用的啦。伊若肯听别人的苦劝，伊就袂安尼做啊。东东，你就袂用看较开一点仔心，就当作家用是一个袂生的查某啊。假使讲伊若真正袂当生，我绝对袂去责怪伊。我会当去想其他的办法，甚至去领养一个囡仔，亲像当初平甲领养我共款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爸爸妈妈，我倒来啊！培培啊，你要即马食饭，也是洗身躯了后才食饭啊？先食饭好啊，爸爸卫生过的，袂堪要枵咧。哎，错，伊真早吼就咧画腹肚枵啊！爸爸，是嘞啦，我想我倒来啊，咱念咪就要食饭啊。培培啊，你若是讲唔转来吼，爸爸的大肠甲小肠哦，就要拍夹啦啦。嘿，培培啊，恁大姊哦，有找一张被互你啦。培培啊，是安怎啊？培培啊，用的喏，是毋是你干嘛哈？哎呦，培培是看到被就开始哭啊啦。妈，爸爸，阮小弟太人互关起来呀！哎呦，哪会有这种代志啊？哎，我唔相信啦！培培的爸爸妈妈是这么好的人，哪会去生出一个杀人犯的后生嘞？东东敢毋是法官？恁小弟哦，袂有代志的啦，你放心啦。爸爸，我要来去台北看卖啊！哎呦，打一通电话问看卖就好啊，是安怎爱一直走去台北呢？哎呦，手机，伊要去，你就可以去啦。哦，好啦，培培啊，爸爸陪你去台北，我相信哦，彬彬哦是冤枉的啦。手机，你去银行领20万出来，
祖嘛嘅喏。请上有名的律师啊，咱替彬彬拍官司啊。培培哦，干那这个小弟仔尔，咱袂应该见死不救啊。爸爸，培培啊，你放心啦，不管开偌济钱拢袂要紧啦，爸爸一定会把你的小弟救出来啊。爸爸，多谢爸爸。你在创啥啦？紧起来啦！大姐，你找我有代志是毋？你即马讲有闲，我想要找你开讲。大姐，什么代志啊？东东伊甲我讲，你唔肯生囡仔，生囝生囝是查某人的天职，而且生过囡仔的查某人，迄款水才是真正的水。我有我的困难，什么困难？敢会甲我讲？我伫化妆品部门做事，拍一个大巴肚，唔那歹看，而且做工课嘛无方便。当时公司嘛有规定，若是有囡仔，就一定要洗头路。安尼你就洗头路啊！东东的收入嘛袂歹呀，你只要较欠咧，安尼先应该够恁厝内开销啊。是安怎？你每一个人拢要逼我生囡仔咧？感觉无生囡仔，就毋是一个好家后心。我真正是想无，你是啥物观念？阮兜的情形甲别人无共款。大姐，我算过啊，减生一个囡仔，会当省落来的生活费用、教育费用。小姐，请问要点什么？ 2杯咖啡，好，多谢。一直到大学毕业了后，这20年的费用，就有够一对翁仔某环游世界一摆啊！搁再讲，政府长期的鼓励节育，提高国民的生活品质。你讲的这个道理拢对，也毋过东东是一个有孝囡仔，阮妈的遗愿，搁加上即摆爸爸妈妈因的愿望，伊的金甲糖质量遐尔重，你是伊的家后，应该会当体谅伊这份心情啊。不管你安怎讲，我即马才30岁，遮尔啊少年，就要叫我互囡仔白条条，我才无爱咧。东东，你将我食避孕药的代志甲大姐讲，伊走来找我，佮甲我讲一大堆的废话，是毋是要生囡仔？是我甲你的代志呢？你四界去讲，不管大家人拢知影。我敢若甲大姐讲尔。了后大姐甲小弟小妹讲，小弟小妹搁去甲因的爸爸妈妈讲。大姐伊毋是遐尼厚的人，你是安怎要甲大姐讲呢？伊会烦恼啊。我实在想无恁遮的人呢，拢受过高等教育，搁遮尔啊固执，讲啥物传宗接代、延续后悔。你要传宗接代，是安怎毋赶紧叫彬彬结婚？你嘛是恁兜子孙啊！当初我来评价时阵，都已经讲好啊，由我来传接平王2家香火。我早就甲你讲过，我毋是低调追某，更加毋是生囡仔的家去。若是你遮尔需要囡仔，你是安怎毋去学业教，去做几个试管婴儿，要生查甫查某，搁会当聘一管子？
假使讲你坚持无爱生囡仔，咱两个行一条路通行。什么路？你若是要留你的青春甲美丽，上好的办法就是恢复你做小姐的身份。安尼，你就会当做你去耍，做你享受你的青春。你讲什么？无你甲我伤固执，无你甲我的思想保守，也毋过爱传宗接代这个想法，伫我心内面早就存在啊。阮妈是临时进前，甲我交互平价的时阵，早就已经讲好啊。将来我会替王家留香火。这是阮妈临时进前，这是阮妈临时进前留来威严。假使讲我做袂到，我要对得起我死去的妈妈。我毋是无爱生囡仔，只是我想要搁等几年，等到我。照安尼讲，你要等到什么时阵？我嘛唔知影。我想要生，我就会生。爸妈的年岁拢已经大，你看卖，因条件啊，含囡仔的房间拢准备好啊。我假使袂当伫因有生之年，互因会当享受抱孙的欢喜，我是要会当对得起我即卖爸爸妈妈咧。你到底是为家己活，还是为着因在活？食果子，拜树头，我是为着报答别人恩情活落来。生我爸爸过世的时阵，社会上有真侪人，伊对阮兜援助真多。伫迄个时阵，阮妈妈伊就一再交代阮兄弟姊妹5个，叫阮一定要好好打拼，将来才会当回报社会。虽然讲阮非常不幸，我的爸爸妈妈拢伤早过身，互我兄弟姊妹5个人咯听煞。啊，毋过这个社会上，也就是四界拢充满温暖，所以阮兄弟姊妹5个人，才会当亲像即马平平安安长大成人，才会当有机会受高等的教育。你莫阁讲啊！加油！假使讲你唔肯成全我，你就是要逼我做一个不好的囝儿。老的啊，因伫个红仔房冤起来啊啦！伊是咧冤啥？东东叫家勇生囡仔，家勇唔肯。哎呀，我生目睭毋捌看过遮尔啊毋捌代志的查某囡仔。唉，实在想袂到，家勇的脾气会遮尔啊硬。拢嘛怪你，为虾米亲上加亲，找一个遮好媳妇啊？哎，你怪我，当初嘛是你同意的，要怪你家己啦。哎呀，我看吼，难免望要抱孙啊啦。哎呀。一口鼎加减吹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妈，5早。老早，哎，家勇啊，早安，你甲东东冤家哦？无啊。加油啊，东东起来未？起来啊！哎，啊，因咧无出来啊？妈，我来去哦。东东啊，哎，你无爱食早顿啊？我袂晓啦。哎，东东啊，东东啊，东东！哎呦，妈，我嘛食袂落。哎，家勇啊，你唔是我爱讲你，查某人哦，爱加娘红婿一寡。你是一个好媳妇，逐项拢袂歹，就是哦，唔生囡仔这。家勇啊，唔是我啰嗦，
生囡仔是咱查某人的大代志。嘉勇啊，你这个年岁哦，应该生囡仔，你就听妈的话啦，哈。妈，我要去上班啊。家东啊，哦，你的我会记得你讲过，你有一个小弟叫彬彬，是啊，小细也未收养啊。是啊，偏偏案件是你办的啊。嘿，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验尸的报告，就感觉这个案件有淡薄仔问题。也毋过，恁小弟家己承认，伊就是凶手。我阁继续甲伊问，伊非常无合作。嘿，你无方便去见你的小弟，也毋过，你应该叫你厝内的人，好好啊，甲你小弟讲一下，尽量甲伊考劝，互阮了解这个案情，对你小弟的判决，毋才会当公正。你多谢你哈。多谢。妈，你坐。恁敢毋是要开院岛会议？逐个来拢点点啊！婉婉啊，你平常时毋是话上多，上爱讲话，今仔日来点试试。我感觉去劝彬彬嘛是无路用啊，伊根本都袂听。为什么？伊去自首，承认家己杀人，一定有伊的原因。我知影，原因伫家姐身上。无的确，家姐是杀人凶手。伊为着要报答叶家养育之恩，所以才会徛出来，打算要牺牲伊家己。大姐，是毋是彬彬甲你讲的？伊有讲，啊，毋过无讲得真清楚。我真唔信彬彬遐尼捌代志。婉婉啊，你掠准每一个人拢亲像你，无良心。我嘛捌安尼想过，假使若真正是安尼，彬彬伊这决心是绝对袂阁改变啦。咱啥物人去遐苦劝，拢无路用。袂用的，我是要来考劝伊。佩佩，大花姐，叫阿姨。佩佩，大姐好，大姐好，你是？男。恁拢伫遮哦，阮上班来啊啦。老伯，男，互恁走这逝遮远，实在是足失礼。哎呦，秀秀，你莫安尼讲啦，阮安尼做是应该的。嘿嘿，对，是应该啦。彬彬是佩佩的小弟，我嘛应该关心伊啊。喂，喂，你是毋是姚太太啊？是啊，你是啥？你免管我是啥，我甲你讲，恁翁婿叶汉元实在毋知好歹，我叫伊提出200万来救恁后生叶家姐一条命，伊安尼拖拖刷刷，到即马未甲传好。你是凭啥要订200万？敢讲你唔惊警察是？真正惊警察嘞，是你的亲生后生叶家姐。姚太太，我会当甲你讲一个小小的秘密，真正的杀人凶手，就是你的宝贝后生叶家姐，毋是彬彬。你有白讲？唔相信你会当问一下叶家姐。你即摆应该想到啊，你的后生是安怎做囡拢遮尔老实啊？逐工守伫厝内，拢唔敢出去一骹步。恁后生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你这做老母的，应该比阮较清楚才对啊。
林彬虽然心甘情愿去做替死鬼，互你的亲生后生叶家济渡过一关，可是我那个代志的真相讲出来，你的亲生后生叶家济杀人的罪名同款闪袂过。恁到底要伫啥200万对你叶家来讲，袂算一支卡门咧。叶太太，老实甲你讲，这200万是要互去家济台视的菜脯因某，抑个后生做安家费的。我相信你为着恁后生的前途，这条钱应该会甲要开啦，吼。我考虑看卖。你无机会通考虑啊！若唔敢提出200万，就要牺牲恁后生。我互你24小时的时间去装钱啦。敢会较减一点啊？袂用的啦，减一角钱嘛袂用的。我无遮多钱啊！我知影你有足多金嘛，凊彩甲卖一项，就会当救恁后生的性命。即马就开始去甲我装钱，我随时甲你联络啊。喂。家姐啊，恁妈妈来甲你叫啦。吴阿姐，你敢知影是啥物代志？恁妈妈敢若做生气的哦。家姐，你竟然无甲我讲清楚，我就袂了你。你莫想要骗我，老老实实甲我讲，紧讲。妈，你是要我讲啥啦？彬彬有杀人无？无。迄个人是你杀的，对无？对无？对，是我杀的。一口鼎加减做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喂，哦，刘玲啊，你伫咧厝的哦？家姐敢无出去？自从发生迄件代志了后，家姐一直拢毋捌出去佚佗过，逐工拢在房间内看书。哦，啊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我要用淡薄仔钱，想要甲你参详一下。哦，你要爱钱创啥？我看介意到一个真水的船桥，爱120万。你爱遮侪钱哦？范员，120万虽然是一笔钱，也毋过毋是讲介济啊。搁再讲，我买船桥嘛卖了啊，无得通以后船桥的起价，我可能要将伊卖掉，赚一寡钱啊。我真是足介意迄卡船桥的，你会互我买吼？假使你真正遐尔介意，你就去买啦。范员，多谢你，我要应征时阵，我会去公司找你。好啊。范员，你足好诶，再见。嗯。回去你的房间去看书。阿嬷，妈，月亮，我问你，彬彬是毋是姓叶？
彬彬虽然毋是你亲生的骨肉，也毋过伊是叶家的子孙，咱无应该互彬彬代替家姐去受罚。妈，我并无要互彬彬带家姐去受罚，我是一直到即马才知影。我即摆心肝内足乱的，足乱的，我真是毋知要安怎做。妈，家姐伊还阁少岁，我真是不忍心逼伊去自首。妈，我并无一丝仔私心，我是真是毋知要安怎做才好。谁做毋对代志，谁都应该受处罚。家姐即马也未大汉，只要伊将来改过向善，重新做人，一定会有出头的。咱即马一直想要维护伊，将来会害着伊。妈，你讲了无毋对，也毋过我哪会当忍心将家姐送去坐家呢？妈，敢讲你忍心将家姐送去坐家是？大姐，你哪过来啊？彬彬，我希望你老实甲我讲，你并无杀人，为啥要出面投案呢？我确实杀人啊！彬彬，报恩有真侪方式，你选的是上戆的迄种。你这种做法，是把所有执法人员拢当作戆人，当作镜头。你敢知影？你安尼生是在挑战法律的公正性。我杀人啊！我真正杀人啊！你讲白菜，检察官已经查到足侪的证据，证明讲你毋是杀人的凶手。我希望你会当甲检察官合作，讲出这件案件的真相，莫阁浪费办案人员的时间啦。彬彬，我求你听阿姊的话，好不？你莫安尼先自暴自弃，佩佩为着你特别赶来台北，还佫有东东、弯弯，因为着你的代志，拢足着急的。你一个人关在车，所有人为着你的代志拢足无用的。大姐，我对不起恁大家，请你转去甲大家讲，就当作无我这个小弟。你袂记我顶届来看你的时阵，你是安怎答应我的？你愿意阁叫我一声大姐，愿意阁我妈的破脸，愿意做妈身上的好肉，毋是烂肉。彬彬，你安尼生，我要哪对得起过身的爸爸甲妈妈？我若是叫人判死刑，去甲因做地府，看到爸爸妈妈，我会甲因讲，阿兄阿姊对我拢真好，是我犯错，是我家己无出头。喂，要坐啥？叶家姐妈妈有伫个无？我就是。啊，我200万是传好啊未？咱敢袂当先见一下面，好无？唔好，安尼我先付你一半，好无？唔好啦，
今仔日下晡4点，现金传落好，店厝等我的电话，爱记哦，一角银拢袂当加减，一定要准时。也若无效果会变成啥款，你家己应该知影。好，免客气，那呢咱见面再搁讲好啊。好，好，再见吼。谁卡来的电话？是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啦，妈恁捌看过。伊找你敢有啥物代志？伊要叫我甲范员甲伊合作做生意，我看伊无啥可靠，所以应付伊。哦，妈，你去休困啦。你一定有啥物代志伫咧阮骂我？我无啊。拄则迄通电话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妈，我有代志要出去一转。玉玲，甲话讲清楚才出去。妈，我转来再甲你讲好无？袂用诶，我即马就要知影。玉玲，你应该袂讲白贼话来骗我吼。妈，有人威胁我。威胁你？啥物人威胁你？有人打电话给我，叫我爱还200万，啊若无，伊要伤害家姐的性命。那安尼你是要送钱去互因？妈，家姐的性命比钱搁较重要。我本来是无想要甲妈讲的，我是惊妈知影会烦恼。因若是摕到钱，就袂伤害家姐啊。因是安尼先答应我的啊。那你平平呢？有人会当保证平平会当平平安安转来无？妈，我袂敢顾家姐那尔，我就抓，我会尽全力照顾好平平，我会请上好的律师替平平辩护。妈，相信我好无？妈，安尼我先出来啊。一口鼎，加减吹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日期要写今仔日咯。莫话线。哦。迄个珠宝店的头家讲，伊今日赶紧要用钱，希望会当换现金。你今日无闲，我先来走。你这粒酸啊吼，色地袂歹啦。头家，你要出偌济钱？差不多80万啦。啥？我买这粒酸啊，112万呢。我嘛毋是挑工要摕你的计数啦，
算照手指吼，即摆的计数确实有较低啦，我干会当出80万。好啦，80万就80万，你开现金票，莫画线，我马上要来银行领钱。车伫一边啦。妈，拄则敢有人打电话找我？无啊，喂，我就是。我知影，迄个所在我找有，我一定准时到位。妈，我即马要带一个，请你将家姐顾好，千万唔通飞出去。你小等甲车停好。敢卖我去军总？好，那呢你莫管我家己叫车转去。五个，你爱说你哦，上好会当缀到伊住的所在，然后报警将伊抓起来。我知。喂，妈，玉玲去倒位？敢有甲你讲啊？无，伊有来公司，甲我摕120万，讲要去买一卡手指，安怎会遮尔久哈？伊转来过啊，接一个电话了后，就真赶紧出去啊。哦，是啥物款的电话啊？照我所在，伊开200万，要去买家姐的性命安全。啥物啊？焕焕，你知影无？家姐才是真正的凶手，冰冰为着要替伊脱罪，才会替伊担罪。真是的哦，是玉玲甲你讲的是无？我无意中听到因母仔囝咧讲话，才知影这件代志。那安尼，玉玲开200万是为着要保家姐，牺牲着冰冰哦。是毋是真是安尼，我都唔知啊。焕焕，冰冰嘛是我的孙。妈，你放心，我马上报警说明真相。虽然冰冰不是我的亲生后子，也不过嘛袂用甲牺牲啊。我再讲，执法人员不是遐戆，一定会发现事实的真相。是毋是你打电话给我？你一定确定？
我的后生就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恁后生家己嘛承认啊？家姐，我不准恁将伊带走。玉玲，你袂用安尼做的啦。啥？玲玲好放出来啊！喂，东东，明明是毋是才是转来啊？